同學們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睇嘅係2017年 DSE 卷一嘅第8題，咁就係承上題啦。綜合上述嘅經歷啊，作者對於競賓爭勝有啲咩嘢嘅體悟，即係作者學到啲乜嘢咧，領略到啲乜嘢道理，而呢個道理係呼應緊競賓爭勝嘅。咁就試略加説明4分，咁4分咧又係常見嘅2+2嘅結構，即係2個 point，咁就再加説明咁樣。咁綜合上述嘅經歷啦，所以即係話我哋要從上文入邊3個嘅情況咧，去歸納出2個嘅體悟。咁由第4段咧，後邊啲人咧一個一個咁樣講上，咁作者嘅感悟就係咧，作者嘅做法就係第一圈佢放馬一搏啦，跟住快過人哋，然之後敗下陣來，咁即最尾輸咗。咁輸嘅時候咧，作者就諗啦。咁諗咧，佢點樣做咧？第一，佢衡量自己嘅體力，斟酌要跑嘅圈數，任憑人哋咧驅馳如電，即係好快咁跑，作者都安於自己速度嘅。即係話對於人哋競爭嚟講咧，作者咧就理返自己，作者就唔理人哋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做法，佢調整自己嘅步伐，用自己嚟做目標。咁即係唔同人哋比啦，因為咧比賽咧往往就係你要快過人哋，但係作者嘅諗嘅法就係咧，佢唔同人哋比，佢同自己比。咁然之後第二個諗法咧就係平和心境咧，令作者抽離咗競爭之後咧，作者更加專注自己嘅腳步，甚至有餘興欣賞周遭嘅景緻。有啲咩景緻咧？就係黃昏嘅暮色啦，同埋咧雲朵。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呢一度咧，其實已經明確展現咗有2個嘅體悟啦。第一個體悟就係唔同人哋競爭，第二個體悟就係享受過程。咁有同學咧就捉唔到2個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咧同學忽略咗咧，中間又有個連接詞俾你啦，就係有個意字啊。咁如果大家做過14年、16年嘅卷，你就發現啊，其實連接詞或者啲嘅連接嘅即係呢啲字眼咧，其實好重要嘅。佢往往提示咗你有幾多個嘅答案。咁呢度個意字啦，所以有2個。咁所以作者第一個諗法就係唔同人哋競爭啦、爭勝啦。第二個諗法就係享受過程。咁我哋先睇嗰個過程先啦。過程其實好明確㗎啦，就係作者咧抽離咗競爭嘅心態之後咧，佢就可以專注喺自己嘅腳步啦，然之後可以欣賞到黃昏嘅暮色啦，同埋欣賞到嘅雲朵啦。咁人咧就應該係要享受跑道上面嘅過程嘅。咁呢個就應該比較容易去理解啦。唯獨是當大家喺度寫嘅時候咧，希望大家去仔細去雕琢自己嘅字，因為咧我哋要注意題目入邊嘅字眼係競賓爭勝，即係你要針對競爭去講㗎，你要針對跑步奔啊嘛，奔跑你要針對跑步去講㗎，所以人應該享受跑道上面嘅旅程啦，專注腳步啦，咁呢啲先係扣緊到跑步嘅説明嚟嘅。咁呢個係第一個 point， 係啦，就係要享受自己嘅過程。咁至於唔使同人哋爭勝咧，其實呢一段已經講咗㗎啦，就係每個人嘅體力，自己嘅體力啊嘛，斟酌自己要跑嘅圈數啊嘛，所以每個人嘅體力咧同埋目標咧都唔一樣嘅。咁人要安於自己速度啦。咁有同學就可能話：咦，你冇歸納埋後邊嗰2個喎？其實後邊嗰2個講嘅嘢一樣㗎。第8段其實都係㗎。作者從一種競爭入邊抽離出嚟，退到外圈嘅跑道，係另一種嘅怡然自得。咁怡然自得自然就係欣賞嗰個過程啦。所以就話我並未踢出運動場，我保有一定嘅速度。其實呢個保有一定嘅速度係同邊個比咧？係同自己比咯。佢唔係同人哋比，佢唔係要贏人哋，佢同自己比，要做到自己嘅目標。咁去到第10段咧，其實佢都有再補充到人唔使同人哋爭勝呢個嘅體悟嘅，就係其他人跑過佢，即係又係競爭啦。
咁作者不為所動，舉着慣有嘅步伐，慢就慢啦。佢就話其實每個人打算奔赴嘅里程都唔一致，各自嘅方向唔相同，其中嘅勝負快慢豈能定於一時？即係話勝負快慢咧就唔係一時定嘅，要睇晒成個比賽嘅。咁佢就話每個人嘅方向都唔相同，即係如果你行東邊，我行西邊，咁呢兩個都唔成一個比賽啦。咁唔成比賽又何必爭咧？所以佢嘅意思就係體力自然就係上文所講嘅衡量自己體力啦，而要跑嘅圈數同埋個方向，正正就係個目標啦。目標不一，作者咧由後邊嘅人同男孩子趕上咧，決定唔同佢哋爭勝，安於自己嘅步伐。咁佢通過呢個調節自己步伐咧，其實佢領悟到咧，每個人嘅體力同埋目標都唔一樣㗎。人要安於自己嘅速度同埋跑道。人哋跑內圈，你咪跑外圈咯。人哋快，你咪保持翻自己速度咯。個速度快慢係自己決定嘅，自己諗嘅，而唔需要根據人哋去諗。向自己嘅目標前進，唔使同人哋競爭。咁所以呢條題目咧，佢總共有2個嘅體悟。呢個亦都係同學咧喺答呢條題目嘅時候咧，最難拿捏嘅地方，就係唔知道佢有2個體悟。然之後第2個就係睇下同學們可唔可以明確咁指出個體悟嘅重點所在，就係享受當中過程同埋不必與他人爭勝。咁我相信同學喺寫不必與他人爭勝上邊咧係比較困難嘅，因為文本咧其實係冇呢幾個字㗎，係要同學自己歸納出嚟，就佢唔同人爭咁樣。咁希望呢一個答案幫到同學。